歡迎收睇2026年7月6號新聞摘要，我係 Sarah。以下係為大家選取嘅幾則頭條新聞。特朗普政府備受爭議嘅削減成本計劃政府效率部 DOGE 已經正式結束，為期18個月，旨在重塑美國聯邦政府嘅努力，亦都告一段落。呢個名為政府效率部 DOGE 嘅計劃喺7月4日預期屆滿，因為佢嘅成立行政命令已經失效。白宮方面聲稱 ，DOGE 透過削減撥款、軟件同辦公室租賃等嘅開支，節省咗2150億美元。平均每個美國納稅人慳咗大約1335美元。不過批評人士就指出，實際節省嘅金額遠遠低於當初承諾嘅2萬億美元。鑑於聯邦政府每年嘅預算大約係7萬億美元，都所節省嘅開支只係佔政府總開支嘅一小部分。哈佛大學教授 Elizabeth Linos 表示，呢項計劃對公眾對政府嘅信任造成咗長遠嘅損害。同時，由於近14萬名員工接受咗延遲辭職嘅安排，多個政府部門亦都因此流失咗專業人才。雖然DOGE已經結束，但特朗普政府堅稱佢嘅理念將會繼續推行。至於呢啲原則最終能否有效重塑政府，定係會遺留長遠問題，社會各界將會密切關注。日本北海道發生驚險一幕，4名嘅澳洲登山人士喺山區遇上棕熊，一度被困，最終獲救。事發喺星期六下晝，呢一班登山人士當時正喺北海道羅鳩岳落山，其中一名年約60幾歲嘅男士喺下晝2時半左右，發現前方約50米處有一隻棕熊，呢隻棕熊身長大約1.5米。登山人士被困，喺下晝4點50分左右打出緊急求助電話，被困咗大約3個半鐘頭。好彩冇人受傷。今次事件發生嘅羅鳩岳位於知床半島，係自舊年8月以嚟首次重開俾登山人士。舊年8月，曾經有一名26歲嘅行山人士喺呢一度被棕熊襲擊致死。為咗悼念死者，大約50名市政府官員同登山人士，尋日朝早亦都有出席一個紀念儀式。由於區內棕熊襲擊事件持續增加，日本環境省已經引入咗一個4級警報系統，應對棕熊出沒嘅情況。今次呢一宗驚險嘅救援事件，會唔會促使當局採取更嚴厲嘅措施，保障登山人士嘅安全？值得我哋繼續關注。2名香港遊客喺澳洲沿岸潛水期間失蹤，幸獲救回，今晚平安無事。佢哋當時正喺度潛水，點知喺海上迷失方向。幸運嘅係，一個香港極光團嘅成員喺佢哋嘅船上發現咗佢哋。呢2名遊客之後被救上水。緊急服務部門形容今次係一個好彩嘅結果，有旅遊機構就讚揚今次係一個英勇行為，唔單止救咗2位港人，亦都展現咗人性光輝。海事部門表示，2名潛水員雖然筋疲力盡，但係並冇受傷。事件發生喺澳洲海域，但確實位置仲未證實。當局提醒所有水上活動人士出海前務必攜帶合適嘅安全裝備，並檢查天氣狀況。至於今次險情會唔會促使潛水安全條例有所改變，相信當局會再作檢討。北昆士蘭嘅沙灘度假人士呢個週末可能見到天外來客 Forest Beach 衝上岸嘅，懷疑係太空垃圾。呢個寧靜嘅海濱小鎮喺英咸附近。尋日星期日朝早，防化部隊再次返到現場，事關上個禮拜5晚3件相信係太空垃圾嘅大型物件已經被固定喺桶入邊，並由警方看守。呢個沙灘位於 Townsville 以北210公里，自上個星期5開始已經封閉咗，唔俾公眾進入。專業團隊通宵工作處理呢一啲神秘碎片。澳洲太空總署正努力確定呢一啲物件嘅來源，有揣測話可能同 SpaceX 嘅設備有關，暫時未有受傷報告。但係當局呼籲當地嘅居民同遊客喺工作人員計劃安全移除碎片期間，要遠離該區域。呢啲太空垃圾嘅來源，當局能否喺更多嘅碎片衝上岸之前查明，將會係未來嘅一個挑戰。衛生部門正加強監測致命嘅 H5 禽流感，事關呢一種病毒已經蔓延到 New South Wales， 焦點就集中喺 Lady Elliot Island。佢係大堡礁最南端嘅一個珊瑚礁島，距離 Bundaberg 東北面大約80公里。Sunshine Coast 大學嘅研究人員正密切監察當地一個脆弱嘅紅尾熱帶鳥群。佢哋警告，禽流感對澳洲本土雀鳥嘅影響可能會好大。博士生 Romney Edwards Francis 話：依家係一個令人擔憂嘅時刻。佢提到，專家們多年嚟一直觀察禽流感點樣喺海外摧毀雀鳥族群，而當局亦都一直預計病毒會傳到澳洲。如果發現有雀鳥死亡或者生病，應該即刻打去緊急動物疾病熱線報告。
至於今次嘅疫情會唔會對澳洲嘅雀鳥族群造成重大損害，社會各界都密切關注事態發展。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正展開一輪密集嘅外交攻勢，積極鞏固澳洲喺太平洋地區嘅影響力，以應對北京日益增長嘅勢力。佢尋晚已經抵達斐濟，並喺星期一喺蘇瓦同斐濟總理簽署咗瓦瓦里聯盟協議 （Woorolwa Union Agreement）， 進一步深化兩國關係。到咗星期三，阿爾巴尼斯將會喺 Brisbane 接待巴布亞新畿內亞同湯加嘅領袖，一同觀看洲際橄欖球賽嘅終極決賽。佢話希望透過體育拉近澳洲同太平洋家族嘅距離。同一日，Popok 條約 （Popok Treaty） 亦都會同莫爾斯比港生效。呢個條約係建基於早前同瓦努阿圖達成嘅一項5億美元協議。當時維拉港同意禁止外國軍事基地進駐。完成斐濟行程之後，阿爾巴尼斯會轉往所羅門群島出席當地嘅獨立日慶祝活動，並進行更多安全方面嘅討論。之後佢會喺星期四去到 Melbourne 同印度總理莫迪會面。喺北京密切注視之下，外界關注澳洲呢一次外交攻勢究竟能否有效壓制中國喺區內日益擴大嘅影響力。Brisbane 市議員對新嘅議會規定表示強烈不滿，形容呢個係對民主嘅衝擊。根據新嘅議會規定，市議員將唔再能夠查閱自己選區以外嘅文件。呢啲改動限制咗議員查閱其他選區嘅財政預算報告、發展申請同埋其他議會記錄。批評者認為新規定削弱咗議員有效代表選民同埋進行適當監察嘅能力。不過 Brisbane 市議會就為呢個做法辯護，話係為咗提高行政效率同埋保障私隱。Queensland 地方政府協會表示，佢哋正係密切關注事態發展。隨住地方政府選舉臨近，呢啲限制會唔會被重新審視或者撤銷，將會係選民關注嘅焦點。全 Queensland 嘅戶外活動愛好者都引頸以待當地其中一個最大型嘅戶外盛事，就係 Queensland 戶外探險博覽。佢將會喺今年7月重返 Toowoomba Showgrounds 舉行。呢一個博覽會包羅萬有，由露營用品、四驅車裝備、行山配件到水上運動器材，全部都應有盡有。主辦單位預計將會有數以千計嘅家庭同戶外活動發燒友專程前往 Toowoomba 參與呢個年度盛事。博覽會已經成為 Queensland 年度盛事之一，吸引唔少嚟自 Brisbane、Gold Coast以至其他地區嘅訪客。無論你係計劃第一次露營定係想升級你嘅探險裝備，博覽會都會提供專家嘅實用建議，仲有即場示範。隨住全澳洲對戶外活動嘅興趣日益增加，呢個活動為社區提供一個機會，可以因為對大自然嘅共同熱愛而互相交流。Queensland 戶外探險博覽將會喺7月期間喺 Toowoomba Showgrounds 舉行。門票依家已經可以喺網上購買。隨住戶外活動熱潮持續，今年嘅博覽會能否再創入場人數新高，值得關注。以上就係今日嘅新聞摘要。天氣方面 ，Brisbane 陰天12到18度 ，Toowoomba 陰天9到16度。如果中意我哋嘅內容，歡迎訂閱同分享。多謝，我哋聽日再見。